请尽快入座，我们讲座要继续开始。各位法友，我们讲座接下来就要继续。那这个甚深微妙法，大家听了之后呢，事实上我看到很多师兄呢，已经进入甚深禅定哈。那这边来讲呢，依据仁波切的指示，各位看到投影片的部分哈，上面帮各位加了一个标注，这个49圣的一个架构，它有这个大小圣，有一个密圣、显圣的部分。来自于声闻缘觉菩萨，那这可能不清楚，先把它切掉最前面一张比较大的投影片，可能大家会比较好，江边的国度就三巴拉小茶罗，声音太大了吧？我们这个沙多三万万巴拉，那这个沙多的那个地产的没办法，说的没办法，说的没办法，那个都没办法，说的没得，说了干嘛？是咱们学了要搞了，好，那个。所有的三个的没什么要沙多，班的沙多，什么要忙的巴拉，没得沙多的那个地产的没办法，说的没办法，那个都没办法，说的没得，说了干嘛是咱们。这都没学了搞了，好，帮个人，所有的那个没得巴嘛，什么要沙多啊，俺班的沙多，什么要忙的巴拉，没得沙多的那个地产的没办法，说的没办法，说的没办法。安那都没办法，说的没得，说了干嘛是咱们这都学了搞了，好，帮个人说的那个没得巴嘛，什么要沙多啊，俺班的沙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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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班的。俺班这个啥都多几三八这个检查等活动可是这东西看出接近全球中国检查了，检查可能大送就是话修好。接下来我们就讲那个修持的方面，这是独觉乘的修持的方面。修持的方面来说，四谛法门无常、痛苦、空心，以及12种因缘缘起来和会，来是意参生，回是意回灭的意思。然后以这样修持，以自己能证悟。所谓的自己能证悟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在独觉佛的国位，是他最后开始要真正的得果的时候呢，他会比前面我们所讲的罗汉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会得到那个独觉佛的果位。比如他看到在斯陀林的白骨等等，就是会参胜出离心的一切法。那么出离心对产生对这个轮回可以产生出离心的一切法，或者变化之法，会想到它的来源。像比如说看到了斯陀林当中的白骨，就是反正就是在斯陀林也好，或者是在任何地方看到了白骨的话，那么白骨它的来源是什么？那它是肯定是一个众生的骨土。那么这个众生的骨土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死才来的，因为有死亡才是会有骨土。那么这个死亡是会是什么样的？那死亡会带来痛苦
等等，然后就是不喜欢或者是不欢喜的东西，所以会想到它的来源和存在，就开始观察，会发现因死亡而带来的死亡的结果是痛苦的，会产生不喜欢和不愉快的事情，希望断除死亡。那这个时候他就想，那怎么办呢？这些痛苦用什么方式去断除？那就要断除死亡。那么观察死亡从何而来？死亡是从哪里来？那因为有生，所以就有死亡，所以就是死亡是由生而带来的。为何有生呢？那就从无明开始要了知12缘起的产生，因无明产生行等等12种缘起跟这个因缘，就这样观下来，12缘起的来和会，也可以叫灭的一切道理。因无明产生行，行产生色，以色产生名事，名事产生六入，六入产生生处，产生触接触的接触的触，触产生受感受，受产生爱然和欲望，爱产生取，取产生有产生老死，以这样观修12种缘起一一产生的道理，同样了知需要断除死亡，是需要断除生，所以这样12种缘起的回或者灭，就要倒过来，要断老死，就这样一个一个的要推回去，或者是要从产生一个一个产生的这个一个要断除的话，就要倒过来再算，要断除老死，就要断除生，断除生就要断除有，要断除有就要断除取，要断除取就要断除爱，要断除爱就要断除受感受，要断除受就要断除接触，要断除就要断除名事，要断除名事就要断除色，要断除色就要断除行，要断行就要断除无明。以这样一直修持，最后得到罗汉的果位的同时，能够靠自己而真实能得到独觉佛的果位，不需要靠声闻或佛陀，那么这就是他的最终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得到的方式。然后果位的方式来说呢，就是独觉佛的果位。得到佛果的时间来说，时间短的话就要3世，3个转世，长的话需要100个阿僧祇劫之间，会得到有因涅槃和无因涅槃，就不同的果位，都是涅槃。什么叫做有因涅槃呢？有生但没有死，没有死亡，断除一切烦恼，不需要脱离肉身而得到涅槃。无因涅槃是断除一切烦恼后死亡，没有留下肉体，终因的是得到涅槃。那么这个来说到就是罗汉。罗汉如果是有生，就像我们人修持到最后已经
得到罗汉果位就不需要面对死亡，相当就是我们所谓的死亡，就是我们的灵魂离开了肉体的时候就是死亡，但是他已经是没有离开肉体之前得到了这个涅槃的果位，那就是肉体就不需要离开的。所以这些来说呢，就也是会有这么一些说法，事实也是这样。但是曾经在我们的老家的离我们老家很近的地方，也有一个在小时候大人们都说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山上有一个罗汉。那么在这个时间肯定是长达了多少年都不知道，所以就是他的头发跟指甲这些指甲都长到已经是深在地里面去了的，但是也是那个肉体在那里，所以那可能那些都会最后变成那种矿物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在要死亡以后，那么就是在中阴的时候会涅槃的，就是这两种就是有因涅槃跟无因涅槃的区分，这就叫得到果位或者得果所以本来的见解比罗汉高罗汉自了知人无我，独觉初步了知法无我基据质量方面也是不一样主要以100个阿僧期间等等时间，所以时间来说的话也是比罗汉长，所以不同，得到的果位也是不一样。比如罗汉们对他人弘法时，比如说罗汉得到了罗汉果位的时候，他要就是度化他人或者是弘扬佛法什么的时候，那必须得就像我们人一样，一个人说一个人听，就这样来可以表达法的意识。但是得到独觉果位的时候呢，可以用身体的姿态标识，也让他人了知法义等等，有不同的很多的殊胜之处。所以跟罗汉不同。上午讲到几点啊？11点半，好。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讲那个大乘佛教菩萨乘菩萨乘就比小乘更殊胜的，有各种不同的殊胜之处，也有特别不同的7种殊胜之处。因为我们讲到前面呢，就是菩萨乘的这个见修行果，现在前面已经讲罗汉乘、人天乘独觉乘，现在讲到那个菩萨乘，它有7种不同的这个殊胜之处。第一呢，就是起心动念和发心的特别，因为小乘没有为他人发心，大乘一切发心都是为一切众生的发心，所以完全不同所以叫大发心的殊胜。第二呢，就是大修持，有智慧以方便圆融和或者相应之修法，而小乘并没有智悲相应之方便，所以叫大方便修持方法的殊胜之处。第三个呢，就是大智慧方便，完全了知人无我和法无我的一切道理，小乘没有，所以叫大智慧方便。第四，大精进大乘经过三大无数阿僧期间积聚富的质量，小乘最长也是100个阿僧期间，所以时间上来说的话也是不同大精进，这个是精进型的修持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大乘的比小乘更长，然后更殊胜。那么第5个殊胜，智慧的方面智慧大方面利益各种众生，依靠空性与大悲心以及有不同的各种方便法门，所以叫大智慧方便。
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呢，也是比小乘更殊胜。第六，殊胜大成就，因为大乘修持者得到的成就果位是佛陀果位那独觉佛也是佛会有这样想的话，那么这还是也有不同的，所以就但是不同的地方佛与佛之间的功德就不一样的。按照菩萨乘的修持方式得到的佛的果位是，就有10种力量4种无为18种不共法等等殊胜功德，所以这个是佛陀的功德。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就相当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什么叫做如来实力，就是10种力量知出非处之力，知出非都会知道，或者是再跨越到这个地球，整个的地球里面的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不是这样的。佛呢，万物一切法，整个宇宙，这个整个六道，整个的虚空法界一切的吧，没有佛任何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的这个神通的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然后知业宝之力。所以在任何一个众生的业力因果的果报，都是一一知道的，没有任何不知道的。那么并不是说你的可能是什么的前世是什么样子，今生什么样子，不光是这样简单的。所以佛的神通来说的完完全全就是最高无上的，所以没有任何不知道的。一个众生的从无始时来到今天的整个的这个他的业力因果，他的因果的过程，所谓的很细微的因果，他都完完全全可以了解的，所以就有这样的智慧力。然后和种种戒智慧智力然后就有众生有各种不同的这种怎么说呢，见解跟不同的这种根起根源全部都是完全知道的。然后和种种戒之力，那这两个是基本上差不多，都是众生的根据它的这个根据根起然后智慧等等这些根源然后还有那个知根胜劣之力也是一样，就是看哪一个上根起下根起，这里上根起者的一切根源跟一切它的来源，为什么是上根起，为什么下根起，根起下根起者的所有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以细微的部分就佛陀所知道的这些都是不是初步的，非常非常细微的部分连您今天就是有一个在脸上出现了一个怎么说呢，稍微开心的表情或者稍微愤怒的表情，这些都是我们都认为可能是什么人说错了，然后他可能有点不开心，什么人就做了什么他就比较开心，我们只看到这些。但是佛陀看到是他也是有很无数的时间以来到他们之间就是有这些关系，而且是有这些就是一下来的，可能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关系呢现在就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到这样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或者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就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怎么说呢，缘由全部都是一一的清楚，根本就没有任何不清楚的然后然后指骗去行之力，所以
这些所有的因果都是造了以后会什么样子去然后就是会得到什么样子的果，这些方面也是一一知道的。然后指净律解脱等持等指力我们就是在怎么说呢？那个参定，然后解脱指门，然后就在怎么说呢？那个无分别的怎么说呢？那个智力等等所有一切的道理，知随住随念之力，所以就过去在自己，比如说今天我们只知道这一生当中的很多事情，或者是只想起昨天的事情，那就没有办法再言到就是我前世是什么样的。佛陀呢，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在过去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会想起的，会知道的。知生死之力那么这个不用解释知漏尽之力这个也可以不用特别多的解释，因为这是所有的那个有漏的法什么时候会接近，就这个意思。要知道这些，就这样的10种的力量，智慧力四无畏，四无畏是什么？四无畏是什么呢？正本觉无畏正本觉无畏，那么它的见解呢，就是非常非常丰富，非常最高的见解所以就从这个方面就是没有任何畏惧漏尽无畏，所有的一切的这个要我们就是发漏忏悔等等，我们就所有的这种漏怎么说呢？那个漏的一切，就像比如说我们就哪些没有消除清净，所以就什么样子，这些都没有任何的这种没有就是净除的，全部净除了一切的罪业，所以就看要忏悔的就一切忏悔了，所以没有任何的漏的，所以就无畏。所障法无畏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到就是要说法的部分，然后说处理道无畏处理道，我们就是对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断除轮回解脱轮回的根源，获得解脱的这个障碍的一切法都能可以讲，所以没有任何的畏惧。然后在对参胜六道轮回的所讲的一切法对参胜对六道轮回的处理行的一切教法都是没有任何无畏的，都是能讲的以及是无畏法。那么佛陀18种不共同法是什么意思呢？6种行所摄以行为所摄的，就是这个不共同，就是相当就是我们就可以讲像比如说其他的那种神也好，道也好，世间法也好，什么都跟其他不同的，而且这里面讲的小乘不同，罗汉那个人天乘的不同，老汉乘不同，独觉乘不同然后就是这些都不同的，就是佛陀特有的，就是他的行为可以所摄持的这些众生的部分有6种摄持方式6种行所摄，6种正所摄，6种事业所摄，3种实践所摄，以及共18种那6种行所摄这个里面又可以分别那个6种行所摄5种事所摄，然后对，以及共18所种，6种行所摄是无物事业，无物事业这个我发音有点不正确，你们自己看无助道因
无妄思念，无故定心，无种种现，无故则即色，即六种，6种正所是无图，正无退，无退，正清无退，念无退，慧无退，等持无退，解脱之见无退。3种是所是，那从3种是所是开始，要稍微介绍一下。意是生而是有，3是一，生与意，所以我们生与意这3种3个上面就是三能一切业为智慧引导，而主要跟随着智慧而行。生苦意3门的所有的行为，一切都是以智慧了知一切道理，而智慧跟随之而行。3种实践所是，由过去跟未来现在3个实践的所有的这个怎么说呢？所事行为，无障碍的智慧，以及共18种不共法。所以我们要得到的佛果是就有10离4无畏18种不共法的殊胜佛果。小乘们没有办法得到这种果位，所以更为殊胜。那第7个，还有佛陀大事业大乘佛教图见解当然了知人无我即法无我，万物一切法的空性和缘起性空的一切道理。但怎么了解呢？或者说怎么确定呢？人无我，以人的身体是我吗？如果是，那会在哪里？头上还是脚底，还是在五脏内腑等等？这也不存在的。但是如果肉体是我，那么我们的肉体也不是独立产生的。那这个来说的话，就是大乘佛教在了知人无我跟法无我的这个智慧，也可以说是方法嘛。不是独立产生的，有肉有血有骨头等等聚集的形体，不是一个东西，都是很多的东西聚集在一起的就像一辆马车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就是相当就是有讲到那个马车一样的。那马车或者可以说是汽车把它的轮子和车身还有车的各种机器等所有的零件都拆下来，就没有什么车的存在。因为这个部分来说呢，就是一个东西一个法，或者是很多个法，就这样的分别。那人体也是如此，那相当就是血就是血，肉就是肉，然后骨头就是骨头，皮肤就是皮肤，头发就是头发，身上的一根毫毛也是一拆下来的话就都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人体，也不是一个肉体。所谓的我们生苦意，所谓的这样的东西都不存在的。所以你把一根毫毛拆下来，丢到哪里就是一根毛。那么这个毛就是从因果的这个很细微的角度来分别的话，这个毛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因可以分，但是初步的话就这样。那就像车也一样，马车也一样，那么车轮也好，车身也好，发动机、引擎什么什么，全部都就拆下来的时候都不是车，都是车的零件，一样的道理，就是法无我也好，人无我也好，其实都是差不多就是这样的道理，这样就完全了知人无我的道理。法无我是所有的法，因为不是有我生，也不是他生。也不是良知而生，
也更不是没有因而生。所以如龙树菩萨在中观论当中所讲的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所以所有的法都并不是因为自己生的。如果自己能生自己的情况下，所有的法都只有自力更生自己生的情况下，不需要依赖任何一个因缘的情况下，那就不合理，因果的道理上完全不合理的，而且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在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生的一个任何一个法，也不是以他生的也不是良知生，也不是并没有因而生的，所以都是有缘起。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12种缘起因缘产生，就是要一一产生，一一依靠而产生的。最终来讲的话，都是无常的，没有一个永恒性的，所以全部都是会变化的万物一切法都不是独立产生的，也不是相互依靠也都是相互依靠和依赖而产生的，这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还有异和不异，异和不异是什么意思？异是一个，不异是许多，也不是一个的意思异或者许多也可以也可所以好的，所以法也可以说一法和多法一个法和很多法所以一法跟和多法这两个来说的，就所有的东西，所有万物一切的法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相当就是今天在我的手上的这个茶杯，这个来说的话，也是这个是一个他自己一个产生的吗？还是说多少的很多的法聚集在一起而产生的吗？那么这个分开就是相当就是盖子，然后它这个怎么说呢？它的这个杯的杯身，还有杯的这个把什么等等这些全部一一分开，然后就把这个的材料全部都分散变成灰尘的话，那么灰尘有多大？灰尘所谓的最细微的灰尘，那么在这个最细微的这个炸成来说的话，它也是完完全全不要说是从我们肉眼能看得到，我们现在全世界能够可以用的最先进的望远镜看不到的灰尘还有吗？当然有。那么这样的看不到的这种灰尘，它还有没有东南西北上下有这种四面八方的这种区分有吗？当然有。所以呢，也是不是一个怎么说呢？独立产生，它还是会变成更细微的灰尘，它可以变成更细微的。所有一切的整个的万物一切的法，都是因为这样一种能量这就是佛说的因果聚集在一起的，所以都是无常的，都是在变化的。以这样来可以了知法的无我。所以一法无常，所以多法也是同样的。所以我们从多法也好，一法也好，没有一法就不会有多法的产生。就像比如今天100个人，那100个人没有第一个人的话，就不会有100个的产生。如果1万个人没有第一个，就也不会有1万个，就是这样，就没有办法独立产生的。那如果没有1万个，也不会只产生就是所谓的亿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就是又有亿就有100，所以就是从亿开始，所以就这样的这个因果就是相互依赖的并不是说完全这个是完全靠这个，那这个就完全就不需要靠任何一个其他的东西，没有这种说法。依法也是靠依靠多法，多法也是依靠依法，所以都是依赖的、依靠的
不是一个独立产生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永恒性的。所以从这样来推理的话，那么就完全了知法无我的空性。为利一切众生以大悲心的慈悲为方便和了知万物一切法的空性的智慧，以知悲相应的修持是大乘佛教的修行的修的方面。同样经过闻思的方法来观察而确实的过程是自量道。初步了解是到加行道，真实了解的时候就叫那个见道。真实了解的事实道理，用长时间来修持。所以长时间的修持来说的话，那就是在经过六度波罗蜜的修持，布施怎么说呢？持戒忍辱等等到智慧之间的，就是经过六度波罗蜜的修持，然后从极道国的完完全全就是如力的修持，这样的时间呢，就是叫怎么说呢？修道，真实成佛的事就无学道那行为来说的话，就是主要为菩萨戒为重要。大乘佛教的一个修行者来说的话，就菩萨戒为最重要的为利益一切有情大菩提心的基础上进行十种摄法布施摄十种摄法就是行为方面最重要的。所以布施怎么说呢？摄法的第一个就是施舍布施的意思，法布施、财布施等等所有的布施，就相当就是无畏的布施、生命的布施，这些都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就所有这里面讲的就是所有的布施，今天就不用一一解释，然后时间不够。爱语色怎么说呢？爱语色就是要讲好话，好听的话，善语，然后用善的语言来摄受众生。因为这个摄是什么？摄受众生，要度化众生的话，就先一开始要摄受众生，不然就是你跟他没有办法有这种那种联系感怎么说呢？那种关系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度化他的。所以呢，就是用做布施来可以摄受。然后布施来说到法的布施、财的布施等等各种各样的布施来可以摄受众生第一个。然后呢，就是爱语色，爱语就是喜欢听的话，然后善的语言来摄受众生利行舍所以利行舍是什么？然后一开始呢，就是众生如果是他不是那么的虔诚的情况下，那你跟他是有一些的联系或者是认识了，以这样的情况下，用他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让他学一些他自己喜欢学的，或者让他做一些他比较喜欢做的。然后他如果是有些方面有些坚持他的做法的话，也是可以随信他。那当然就是他就是造业，比如说有些不好的那些行为，那当然不能行为不能那个怎么说呢？随顺他，然后你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时候，你只能是严厉他，不能是跟他一起继续就是造业。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些不是特别重要的这些呢，就随顺他，让他开心，然后就让他慢慢就是要进入佛嘛，然后好好的修持佛法，以这样来这样的方式去随着众生的依乐而行同事舍随顺众生根器而度化，以这种四种摄法来摄受为众生为摄受之众生，所以曾经没有摄受过的众生先摄受起来，然后依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及六度波罗蜜的法来进行度化为成就者方便成就
用六度波罗蜜的方式去度化，让他去学习没有成就的众生，让他去成熟，没有成熟的众生让他去成熟。成熟是什么意思？那一个普通的众生，只是今天为了怎么说呢？需求一些时间的安乐，像比如说为求健康也好，求财富也好，求名声也好，求感情顺利也好，等等这些的事情进来的那些人，他只是求一个短时间的利益而已，并不是那么成熟的一个修行者。对于时间轮回的处理性各个方面，你讲的太多的话，他可能也许有一定的不想听的问题都会存在的。这些是什么？说明什么？还是没有那么成熟。所以呢，就是不太想听这些不喜欢的，那么就会讲升官发财，然后内州的力量强大，然后就是法力就是非常了不起。今天就是修了一个法，就会得到什么什么，讲很多这些的时候，觉得很喜欢。这个因为这里有一个欲望。但这种欲望是短时间的、短暂性的利益，所以就不是我们要真正的长时间需要行持的。所以我们真正的欲望是什么？对时间轮回的处理性，对时间轮回能够真正的产生处理性，在这个人生当中能够可以在解脱，再也不需要在轮回，做到一个这样的地步，有这样的想法，就像巴智仁波切所讲的今生永摄头灵盖。永摄是什么意思？今天我这个头盖骨头灵盖一舍去，就永远是就再也不需要得到任何的这种终身的体，就完全成佛的意。这样的见解的人就是已经成熟了。所以这样的成熟的就是一个学者来学习佛法的一个弟子来说的话，那他修持佛法，他的文思修持的过程都是非常顺利的，而且是迅速会得到成就。所以呢，就是为成熟之众生，让他成熟，用各种方法来说得到的果位是圆满正等觉。那这个是方面来说到，就是是行为是种行为，获得佛陀果位，让他成熟以后，就让他真正的要得到佛陀果位。像比如说我们就是在发菩提心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知道六道众生都在六道当中痛苦，所以让他们从六道当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做什么？去哪里？就让他们获得佛陀果位，就这样的一个智慧嘛。所以就让他们得到佛陀果位，圆满正等觉佛陀果位，所以能利益一切众生。就像如意书一样，圆满正等觉的佛陀果位，那佛陀果位呢，利益一切众生，利益众生的帮忙跟方法来说的，完完全全就是无所没有的，就什么都不缺。所以就佛法就是佛陀的佛法，就是有84000多的法门，都是根据众生不同的根器而所讲的，所以能利益一切众生。就像如意树是一种形容。如意树呢，就是据说在那个阿修罗道有一棵树叫如意树，它长得很高，长到那个天上。在这天过的话，天道的话，就天道的众生可以食用它这个如意树的果实。然后在阿修罗道的人就嫉妒，然后就想要准备去看那个如意树的时候，经常呢跟天人打仗，就这个。所以这如意树为什么说如意树？如意树上面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用去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形容而已。在这里呢，就是用的是形容，而且形容跟摩尼宝一样。摩尼宝呢是什么东西？那我们需要任何东西，如果我们有摩尼宝的话，不需要任何的努力，就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所以就可以祈祷一下，就什么都有。这样的一个宝就是叫摩尼宝这两个都是形容，就是佛。那么佛真正的如意树，佛真正的摩尼宝实际上来说了
比如说佛陀的功德跟他的成就来说的，就像我们常常念的南无皈依，就是南无跟皈依跟南无是顶礼的意思，皈依是皈依佛供养。那么供养的对义经词，除有坏善施因功正等觉，本实释迦牟尼佛。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在怎么说呢？那个正等觉佛的果位，就叫圆满佛果，这就是菩萨成的见修行果。对观察空性和研究空性的智慧方面，完全超过了小乘，所以这种智慧就叫金刚穴就像那个穴就是打猎一样的金刚穴的智慧，就像那个中论当中入中论当中的最在佛教也可以说佛教九乘当中的这个最最好的智慧就像金刚一般的，所以就有金刚一样的能力和理由。他讲的这个人无我跟法无我的这个道理实施确定下来的这些智慧来说到，就完完全全就是理由是丰富的然后道理也是丰富的，因为他的能力就像金刚一样的。所谓的金刚是什么意思？最主要的这个我们佛教徒所讲的金刚呢，在事实的殊胜的最殊胜的金刚是就这个智慧，能够了知法无我人无我的一切妄无法的空性的道理的这个智慧，就是金刚智慧。那么在本尊跟诸佛菩萨手上的这个法器的金刚杵也是金刚，那也可以有实践的物质上有一些所谓的金刚的，那些都是一种形容。所谓的金刚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摧不灭不散，那就是永恒性的永久的，完全不会有任何变化的，然后就是在任何一个东西都没有办法破坏它的一个坚固的永恒的一个东西，就是金刚。那么这个世界上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佛的智慧，而且是在大乘佛教在对这个万物一切法的在甄别空性的这个智慧就是金刚。谢谢大家。时间到了，今天上午我们就这样，然后我们可以做回向。口传是考了下午口传好了，因为时间到了，然后就不要让大家等，不然他们会生气。然后我们做回向我们今天所讲法的功德，听法的功德，以及过去、现在、未来3个时间的所有一切的功德，以及所有一切众生的功德，并在一起。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并在一起，回向给所有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早日从六道轮回的苦海当中解脱，让一切众生早日获得圆满正等觉佛的果位。苏南的有唐杰西巴尼多尼尼波扎那旁学金学个南去瓦朗出巴四婆做了个干着来就将把为接得来前把当更多松波的用的人来感觉其实到了应该得到当前这我对什么学不家吧当前的我刚来就得我吧我给早晚的更将从不个个的我吧marme don jama sarva chavar don malala dan chanda duji chuma de da
谢谢大家。谢谢仁波切，大众请起立。我们恭送仁波切。谢谢仁波切。好，掌声鼓励一下，谢谢仁波切今天的传法，谢谢。好，各位法友，请稍坐一下，我们把便当发给各位之后呢，再开始离席。今天下午呢1点半的时候呢开始入场。下午2点的时候正式开始，先做这个口传中英根本祈愿颂的部分，再来进行的话是大圆满中英文法经听解脱法的讲解。那所以呢，麻烦各位领完了便当，在座位上稍后一下，我们发完便当之后呢，就可以离席。好，谢谢各位。